井號香港經濟基因污染危機外勞政策如轉基因粟米全城淪陷冇得揀附真實物種滅絕記錄。井號比喻，外勞似轉基因種子，產量高但斷子絕孫。就像農夫貪快種轉基因粟米，外勞政策短期高產量，實質摧毀本地經濟基因庫。太古城百佳超市2019年換外勞理貨員，首年省50萬人工，3年後卻因錯價投訴賠300萬，消委會紀錄。這正是基因污染的活教材。深水埗新香園改用外勞打蛋，招牌蛋牛治變蛋散至食客，蛋液流到似核廢料。連鎖反應，本地廚神轉行開 Uber， 奶茶配方失傳，全港茶記淪為中央廚房。數據佐證，香港茶餐廳協會統計，使用外勞的茶記5年內倒閉率達67%。而海味 DNA 崩解病徵，上環同興泰外勞誤將8800港元跟督參當880港元賣東主，佢哋分唔清幾頭參。生態災難，百年老店賠光積蓄，日本客轉投北海道市場，海味街變藥房街。活體證據，30歲以下港人僅12%能辨別花膠公乸，理大2023年街訪。3建造業基因突變症狀，中環摩天輪外勞焊工偷工減料，啟用3月即停擺，工程師學會報告，接駁位誤差超標400%。滅絕危機，本地工匠被標籤太貴，年輕人不入行，香港再無天際線。驚人數據，2023年外勞主導工程超支總額等於全港公屋1年建築費。立法會文件。井號基因污染檢測報告，全民中招。就業食物鏈斷裂，茶餐廳老闆陳生請外勞似放生食人槍，最後連自己個仔本地員工都被咬死。真實案例，元朗燒鵝王2代目轉行做 Food Panda， 家傳炭爐500港元當廢鐵賣，物價生態失衡。外勞宿舍推高劏房租金，茶記加價補貼你碗餐蛋麵，3年加22港元加幅，跑贏人工3倍。統計處2020到2023基層食品價格指數暴漲41%，技能基因庫枯竭。全港僅剩23位手工製餅老師傅，糖餅協會瀕危名錄，年輕學徒數目少過熊貓飼養員。井號滅絕時間表，倒數開始，下劃線。第一階段，你樓下茶記轉手做酸菜魚，下劃線。第二階段，你阿媽睇症要同外勞護士雞同鴨講，下劃線。第三階段，你個仔畢業只能做外勞督導員，月薪15港元 K， 下劃線。大結局，香港變環球勞務超市，要食碗靚雲吞麵。請搭飛機去東京香港主題公園。井號基因改造公示已植入全民生活。叮，你屋企部電視突然插播。撇號勞工處強制通告，全港市民請注意，你的生活技能將被重新評級。廣東話溝通等於非必要技能，地鐵讓座文化等於低效行為。接受24小時輪班制等於新公民義務。溫馨提示，學好普通話可加社會信用分。撇號頻道無法轉台。井號滅絕啟示錄。外勞政策唔係補充勞工，而係將香港改造成經濟轉基因實驗田。當茶記冇鑊氣，地盤冇老師傅，後生仔冇前途嗰日，先發現全港市民早已食咗基因改造毒粟米，由你層樓嘅裂痕到你阿媽嘅病歷，再到你個仔份 CV， 通通都打住 Made in 外勞經濟圈嘅隱形烙印。而家部基因改造機仲問緊，要唔要加強版外勞3？0全城警報長鳴。